紅牆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紅梗係紅啦，邊個計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一至五下晝5至7。頻道聽緊佛山電台知識頻道嘅所有聽眾朋友，大家好，同埋咧亦都係要同流行前線方面咧現場嘅朋友 say hi 嘅 ，hello 你哋好嘛？歡迎大家咧就嚟到佛山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網絡直播室嘅。咁今日咧喺我哋嘅呢個流行前線現場咧，除咗有 Stephanie 之外咧，我哋稍後咧亦都會有張敬軒嘅出現嘅。呢段時間咧，其實985紅人館都有好多嘢醒大家嘅，譬如我哋會有夏日巨星刺激相啦。之前大家有冇打過電話啊？係咪好難打啊啲電話？係啦，其實嚟緊咧，我哋都會有張學友嘅演唱會入場門飛送俾大家嘅，好簡單，只要咧從6月19號開始咧，掹住985紅人館聽，然之後咧每日記低張學友金曲嘅歌名就可以噶啦。咁今日咧播送嘅張學友呢隻歌咧就叫做《天氣這麼熱》。呢段時間咧其實天氣都會幾高溫嘅，但係今日張敬軒駕到嘅情況之下咧，天氣方面咧就會係涼爽得少少啦，因為咧稍後翻嚟咧，軒仔亦都會出現喺我哋嘅呢一個戶外直播室現場，同大家一齊做節目，同埋講下啦佢嘅音樂啦，同埋生活情況嘅。呢個時候我哋聽翻隻歌，轉頭翻嚟，相信軒仔會駕到噶啦。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1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活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是演员们的美梦，让这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
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不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山农，是山农。Thank you. Thank you. I'm just gonna go back to my bed and die. Good. Bye. 榮升2星級嘅佛山城門頭嘉悅酒店提醒你，人人講文明，春暖佛山城。專業從事防盜報警系統技防工程嘅中聯安公司提醒你，盜竊案件時發生，防範未然可安心。中國燈飾睇古鎮，古鎮燈飾睇華藝。華藝集團再次擴張，華藝燈飾輝煌創意，光彩盡展。華藝照明照亮天地人家，華藝路燈溫暖到時每一夜。華藝嘉藝燈飾明亮生活新伙伴，用心做自然好。華藝燈飾集團恭迎你。地址中山古鎮華藝廣場，電話076023498882349889。朋友相聚需要嘅係一個好嘅環境，好嘅美食，好酒，總之係一個好地方仲啦。有要一個好話題。好話題，梗係世界盃啦。好地方呢？好地方當然係祖廟路 G2000旁嘅玫瑰園啦。玫瑰園有好嘅環境，精美嘅食品。仲有世界盃期間增設大型電視屏幕，讓你全程投入。喂，世界盃唔係男人嘅專利，記得要埋我份啊！冇問題。祖廟路 G2000旁玫瑰園西餐廳，朋友相聚嘅好地方。訂座電話2296-348。邊度可以一次過買齊液壓配件、氣動配件、機電配件啊？嚟位於佛山敦厚工業大道嘅成崩液壓氣動機電配件市場啦。佢係國內大型嘅專業配件市場，160家商戶同場展業，可以滿足你唔同嘅需要。西靠325國道，交通夠晒方便，仲有少量鋪位代租，唔想錯失良機，快啲打2810-263，2810-263，問下啦。哇！部車曬到蒸籠咁熱，點坐啊？屋企門窗俾太陽曬到正，啲家具仲褪色變形，空調開到盡都頂唔順啊！用北極光隔熱膜啦，佢超強隔熱，內膜防爆，仲隔紫外線添。貼咗北極光，電費同汽油都慳翻啊！卓越太陽膜中心地址：桂城桂林路口，電話6294-239，6294-239。玫瑰園7、8期部分單位大清盤，每平方僅售2400蚊起，仲快啲！清盤優惠期僅限6月26號至7月7號咋。把握平價入住城南機會，享受成熟配套，千祈唔好走寶啦！諮詢熱線382-5588，381-5133。中國陶瓷城，國內首家匯聚眾多知名建陶品牌嘅陶瓷王國，亞細亞、英牌、東鵬、諾貝爾、新中原、美標、兔土、佛陶、蒙娜麗莎、歐神浪、鑽石等，先機先佔，穩操勝券。中國陶瓷城與你強強聯手，打造建陶著名品牌。中國陶瓷城，中國陶瓷第一城。招商熱線2727-022。通用新寶汽車廣州特約維修中心係省一類維修企業，技術設備先進，同時亦係歐寶新寶汽車嘅維修中心。7月份為歐寶新寶免費檢測，歡迎車主光臨。地址：廣佛路黃岐段日產汽車維修中心，電話5926-529。黃大姐咁急趕住去邊啊？呢，聽啲朋友講，呢個月買黃岐半島花園就可以讀黃岐半島花園小學。呢間學校係省1級小學，咁好嘅學校，學位都值幾萬啦。依家買黃岐半島花園仲特別優惠，60幾平方嘅兩房單位都係13萬起咋，仲有6萬幾一間嘅單身公寓，月供300幾咋。哇！黃岐半島花園三面臨江，人傑地靈，咁抵買，又有咁好嘅學校，我都一齊去咯。黃岐半島花園置業熱線0757-590-1611。有噃。
985紅人館熱動暑期7雨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三之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985紅人館。呢個時候呢，我哋嘅佛山流行前線3樓天明唱片店，我哋嘅戶外直播室啦，張敬軒已經係駕到現場㗎啦。呢個時候呢，其實軒仔啊，我哋兩個隻眼呢應該係望嗰邊嘅，因為今日呢，除咗係我哋嘅985紅人館呢搬到嚟戶外直播室之外啦，網上嘅朋友、國外嘅朋友，廣播係啦，亦都可以通過啦我哋嘅 video 呢，就係實時收聽收睇呢現時我哋嘅節目直播情況嘅。同埋咧，啱先咧，其實嚟到現場咧，亦都冇正式咁樣同大家打聲招呼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張敬軒。俾啲掌聲，軒仔好唔好啊？多謝。係啦，咁其實咧，軒仔，我記得我對上一次同你做訪問啦，係年頭噶啦，咁已經有成幾個月嘅時間啦，冇見你。最近忙啲乜嘢咧？最近忙緊，仲有1個月就會同大家見面嘅新唱片啦。咁同埋呢段時間都係開始錄音啊，同埋一啲後期嘅製作啊咁樣咯。咁我相信好快喺8月份，軒仔會再次嚟到佛山，咁同大家帶住自己嘅新唱片同大家見面。講到你嘅新唱片咧，呢段時間你就埋頭苦幹緊啦。其實今次嘅新唱片咧，同對上一張嘅 Hints 咧有啲咩區別咧？首先從呢張唱片開始咧，我會將我自己嘅另外一隻腳咧係伸去國外，從北京、上海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一張唱片咧，亦都係國語歌嘅比例會多咗啦。咁但係本身我哋之前計劃咧係7首國語、3首粵語。咁但係為咗照顧翻廣東地區嘅朋友咧，咁今次我專登自己同公司講咗之後咧，就將呢個比例改成係6首國語、4首廣東歌咁樣咯。咁就今次亦都好好彩咁樣可以就到檔期揾嚟香港好好嘅填詞人林夕先生係幫我填廣東話嘅主打歌。咁同埋今次唱片係因為繼續製作人亦都係我自己，咁亦都會我自己親身落到去香港嘅錄音室入邊去完成唱片嘅所有後期製作。係啦，咁啊，其實咧嚟緊呢一張唱片咧，單係聽有6首嘅國語歌咧，都知道張敬軒咧其實唔希望話係立足翻本地嘅，其實佢係想咧就係喺全國方面咧都可以受到關注嘅。我知道咧，你今年年頭其實都去咗上海方面參加咗啲頒獎典禮喎，當時係攞咗啲咩獎項啊？今年攞到我人生以嚟第一個最好嘅禮物啦，就係我嘅第一份新人獎，咁攞咗一個全國嘅叫東方風雲榜，攞咗個新人嘅銀獎。當時咧，其實咧喺台上邊咧攞你人生嘅第一個獎項嘅時候咧，感受係點樣啊，軒仔？當時又覺得自己從佛山南海，跟住翻到廣州，跟住到自己從一個錄音室嘅工作人員變成一個歌手，即係你會睇翻，突然間你揸住獎杯嗰刻喺個台上，你會諗翻你之前所發生嘅所有事，咁未至於感動到喊，因為其實可能因為你知道咧，上天係公平㗎，通常你付出咗個努力係會有收成咯。即係自己會覺得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應得嘅，咁但係依然覺得其實自己俾咗心機係到呢一刻先至特別睇得清楚咯。咁所以我諗跟住落嚟呢張唱片，我希望可以喺本地甚至係海外嘅地方去攞到更加多嘅獎項。軒仔，我覺得都幾犀利，因為咧，其實你第一張唱片《Hints First》咧，國語歌唔多，好似印象當中係1至2首。係啊。但係已經可以喺東方風雲榜啦攞到舊年嘅新人獎。同埋我喺東方風雲榜喺上海嘅呢個榜上邊係全年唯一一首嘅廣東上榜歌《透露》，係透露嗰隻歌令到我攀升咗連續2個月係冠軍位置呢隻歌。所以可能因為太長一段時間廣東樂壇係冇
即係冇廣東歌，係咁所以變咗佢哋會幾落力去拍呢隻歌咯。咁亦都係我自己比較意外，因為當時我冇諗過我會喺上海攞第一個獎。我以為你攞獎嗰隻應該係 On Fire 啊，或者係冇，係透露攞。好犀利喎！粵語歌去攞呢個上海方面嘅東方風雲榜。係啦，咁其實咧，逢星期三啦，985紅人館我哋都會有呢個環節咧，就叫紅人駕到嘅。咁然之後咧，每個星期咧都會有一啲嘅紅人明星偶像專訪。咁從今個星期開始啦，我哋就會係逢星期三啦，移師到去我哋嘅戶外啦，嚟到佛山流行前線3樓嘅天明網絡直播室咧，同大家做節目嘅。咁今日現場嘅咧會有張敬軒啦。咁軒仔啱先咧會同我哋分享咗咧，就係年初啦喺上海方面咧第一個人生獎項嘅一啲感受啦。其實張敬軒現時咧應該講咧係廣東樂壇嘅一個創作型嘅歌手啊。其實喺你自己心目當中咧，你最欣賞嘅創作歌手係邊個啊？我諗呢段時間聽得比較多嘅會係一啲國外嘅歌手咯。但係如果係華人歌手，我比較欣賞嘅係陶喆同埋周杰倫咯。咁但係因為佢哋本身都係 R&B 嘅，咁而我哋即係我覺得我同佢哋兩個之間都聽嘅嘢同埋做嘅音樂都會有所不同咯。咁所以中意佢哋還中意佢哋，但係自己比較少去接收佢哋嘅嘢。係啦，其實咧今日張敬軒咧，除咗係嚟到我哋現場之外咧，亦都係帶咗一份禮物，就係你嘅一隻新歌上嚟咯。今日咧專登咧就因為知道好耐之前都同大家講過話新唱片就嚟出啦，咁但係一路都冇新歌俾佛山呢邊嘅朋友聽到啦，所以軒仔今日咧未能夠將好好聽嘅廣東歌帶過嚟，但係帶咗一首國語歌。咁呢隻國語歌咧，亦都係我第一次擔任一啲官方嘅音樂大賽嘅代言人，第一次經歷。咁而呢隻歌亦都係今次全省嘅呢個音樂創作大賽嘅主題曲，歌名2個字，聲音。OK， 咁我哋而家咧一齊聽聽張敬軒全新歌《聲音》。紅場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好，梗係好啦，邊個夠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1至5下晝5至7。睇住個溫度計爆標啦！嗱，好彩有3支商場話要同你過個不一樣嘅暑假。7月12號青少年俱樂部開幕及招收會員，現場 band 隊街舞表演大派禮物顛翻下。8月1號至5號暑期文化節各類型青少年表演比賽遊戲商品展銷，同你對抗炎炎盛夏。特別推介3樓迎人軌道精品區精選靚鋪，月租每間150蚊平到笑哈哈。3支商場與你快樂逍遙這一下。佛山電台交通情報係由麗日豪庭特約播出。一直睇啱麗日豪庭多層住宅嘅你要注意啦！貴日、如日、英日麗居最後一期多層現正接受認購登記，展銷時間6月22號到30號，地點現場售樓部，期間特備多重優惠，要買趁手啦！電話3828 388。不浮誇，更實在。千色985，做好自己，做好電台。紅場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好，梗係好啦，邊個夠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1至5下晝5至7。傳遞最新藥品信息，更新時尚嘅用藥觀念，新藥速遞。祝賀，熱烈祝賀！祝賀三維增高治療儀連續暢銷6週年。三維增高治療儀啱唔啱我㗎？梗啱啦！佢最啱6至30歲身材矮小嘅人群使用，佢係通過集光能、電能同磁能3位一體嘅聚合能量，達到通經絡、調節內分泌、促進人體增高，作用相當大。為答謝社會各界6年嚟對三維增高治療儀產品嘅支持，凡於7月15號前購買三維增高治療儀，可獲贈真情特價優惠100蚊，仲有價值198蚊快速增長數贈送。發夢都想長高嘅你，仲唔快啲行動？
專賣店地址：佛山市健身路94號12通旁，24小時專家諮詢電話0757213959213959。一段時間冇見，點解高咗咁多嘅？哈！而家嘅我咧，仲有邊個夠膽話我係3等殘廢？快啲話俾我聽，食咗咩靈丹妙藥？食咩藥啊？我係用咗高爾寶增高膝套啊！高爾寶膝套，戴上高爾寶喺瞓覺嘅時候就可以長高啦！就係咁簡單？咪就係咯！每日至少保持使用5個鐘頭，6歲以上嘅青少年喺1個療程之內可以增高5至12厘米左右，萬一失靈仲有售後服務添。高爾寶增高果然有一套喎！快啲話俾我聽喺邊度可以買到啊！地址係佛山市祖廟路4號，諮詢電話0757-293-597，1293-597，得閒嘅時候去睇下啦。咦 Mandy， 冇見你一排高咗好多，食咗乜嘢啊？講個秘密俾你知啦，我用咗最新推出嘅第6代萬里健增高鞋墊啊！佢係國家準字號醫療器械，能夠刺激人體生長激素分泌，加速血液循環，幫助人體增高，效果顯著，唔使食藥，冇副作用㗎。哇，咁犀利！梗係啦，萬里健增高鞋墊暢銷海內外9年品質保證，信譽良好，夏天只需要着2小時就可以發揮最佳效果。喂，我都想長高啲噃，去邊度買到㗎？銷售部就喺祖廟路9號，即佛山影劇院正對面。諮詢電話0757-224-0019，224-0019。好，我嗱嗱聲去買翻套萬里健增高鞋墊先。985紅人館熱動暑期7雨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3之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要用掌声证明，现在你就是最
耀眼的明星。别让太多困难迷惑了你的眼睛，坚定的信念如影随形。音乐不一定能让谁变成明星，有了心，就有最真的感情。就會有張敬軒嘅新歌叫做《聲音》咧，呢隻歌係講乜嘢嘅？軒仔其實就係鼓勵一啲年青人啦，當佢哋尤其係想唱歌，可以好似係軒仔一樣咁做到一個歌手或者一個音樂人嘅嗰種心態，即係話當你做音樂呢一行咧，會遇到好多困難啦，無論家庭啦或者外界嘅眼光啦。咁但係只要你堅持嘅話，你一定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我越嚟越覺得你辛苦啦，因為你而家寫詞咧，整整下變咗係老師一樣啊！其實教大家生活人生嘅道理。呢張唱片咧，其實唱愛情之間嘅歌係少咗，係更加多係講述我自己一啲嘢啦，同埋我同屋企人一啲關係啊，即係真真正正係屬於一張比較自我嘅唱片啦。咁同埋今次亦都嘗試咗好多新嘅音樂元素喺入邊咯。咁我諗大家會有驚喜嘅。嗱，我知道咧對上一張 Hits First 咧就係好多 R&B 嘅，咁直情咧就係以 R&B 標榜嘅張唱片嚟嘅。咁嚟緊呢一張新嘅唱片8月3號推出嘅新唱片咧，會係走翻啲乜嘢曲風？會唔會張敬軒去唱 Techno 或者張敬軒咧去唱 Hip Hop 音樂咧？其實R&B 都會繼續延續呢個感覺咯。咁但係加咗好多係同 R&B 有關嘅嘢，譬如話爵士啊、其他嘅 blues 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啲。但係因為講句老實話咧，始終我嘅音色咧係限制咗我嘅歌路嘅。係。咁所以我無論我唱咩風格嘅歌咧，大家都覺得我喺度唱緊 R&B、東東啊，即係一啲流行音樂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張唱片咧，我依然會同大家嘅距離近翻少少啦，唱翻啲係大家生活中都有可能經歷到嘅嘢。都幾期待聽啊張敬軒唱 jazz 咯。我都覺得因為嗰首 jazz 咧係我喺上海嘅時候住喺一間酒店5星級嘅酒店，而嗰間酒店咧係即係好靚嘅，好現代。但我之後嘅2日嘅行程入邊咧，又轉咗一間上海有90幾年嘅一間，佢哋唔叫酒店，佢哋叫飯店嘅，就叫東亞飯店。咁就係嗰隻歌係一隻偷窺嘅心態嚟嘅，但係唔係嗰種有關邪念方面嘅偷窺，即係話純粹你喺3樓望落去見到2樓有一個人，呢個人你每日淨係見到佢做緊同樣嘅嘢，但係你覺得佢好得意咁樣，而且佢又唔知道上面有人望住佢咯。係啦，咁你喺度觀察緊佢嘅生活。嗰隻歌叫咩名啊？嗰隻歌而家暫定，因為其實我之前咧係想叫和平飯店嘅，咁但係後來發現陳奕迅啦，佢有一隻歌叫和平飯店啦，咁所以而家暫時諗個名咧就係 Second Eyes 第二隻眼。哦，呢啲意思都差唔多。唔經唔覺咧，其實我覺得張敬軒出道咧已經有1年嘅時間啦。你仲記唔記得咧？你舊年咧係幾月幾號正式出道嘅咧？我舊年係7月31號嘅新聞發佈會，8月3號嘅首發式，跟住8月5號嚟到佛山首發式。咁所以如果嚟到佛山，我而家坐喺度，我覺得我應該講係8月5號出道嘅。
7月3號係嘛？你7月3號開新聞發佈會。7月31號。哦。 7月31號。咁今日咧就係2002年嘅7月3號啦。其實計下日子都差唔多1年㗎咯喎。差唔多1年啦。咁我哋都差唔多識咗1年啦。係啊，啱開嘅手法識嗰個曉紅幫我做咗個專訪。係啦，我印象好深刻咧，因為當時咧就係軒仔係準備落去咧係見媒體嘅。跟住嗱，等我講啊。係。跟住咧，我就見到一個好靚嘅 DJ 姐姐，唔係當時我唔知佢係邊個嚟嘅，因為聽聲曉紅個名咧就經常都聽到啦，因為有時同阿小白啊佢哋傾起即係電台嘅時候，咁啊唔知一路都唔知，後來就琪琪喺度嗰時新地，咁佢又話呢個佛山985曉紅咁樣，跟住我就突然間喺我面前出現咗一個靚女。因為其實喺廣州，即係我可以講可以你突然間會覺得佢好 sharp 嘅一個靚女嘅 DJ 其實唔係太多啦，因為佢哋都係比較實力派啦。咁所以我覺得曉紅係一個偶像派嘅 DJ 啦。我好驚啊！你喺度暗示我冇實力啊！唔係，即係實力同埋呢個偶像都有咯。多謝。所以我當時呢個 DJ 姐姐咁靚女嘅。係啦，咁我當時其實印象都好深刻，因為咧張敬軒係準備咧係落去中天嘅大堂啦，係見媒體嘅。咁但係因為當時我同你哋公司啲人比較 friend，所以我係率先地可以係入到去一個密室同你做一個獨家專訪咯。咁當時我仲問軒仔咧，要落去下邊見媒體咯，見記者咯，正式出道咯，感受係點樣咧？你當時都有些少係。我覺得係有些少未係太清晰個路向㗎。唔係，同埋我相信每一個包括今日可能在場每一個朋友，當你哋以後接觸到我哋呢一行嘅時候，你會發現，當你喺中國大陸或者係廣州、廣東省呢一個音樂嘅沙漠嘅時候，即係你要出道啦。咁其實你會唔知你跟住落嚟會有點樣嘅後果。係咯。有啲人可能未俾 DJ 記住個名就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有啲人出咗2張唱片可以大紅大紫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當時比較愕然啦嘅感覺，即係咁就出唱片㗎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咧就軒仔咧當時係有些少彷徨嘅，因為我同你做訪問嘅時候，你話唔知會唔會掂啦，但係而家1年，大家覺得張敬軒掂唔掂啊？開唔開心啊？其實真係每一次嚟到佛山咧，同廣州嘅差別又好大。第一個就係廣州嘅朋友咧就會好，即係佢會用佢嘅聲音去話俾你聽。我好支持你咁樣。咁但係可能若干日之後佢哋唔見你咧，再見翻你嘅時候咧就會沉咗少少，即係我會有呢種感覺。但係佛山嘅朋友，譬如話其實好長一段時間都冇過到嚟，甚至可能。今次有好多朋友係第一次見我嘅，咁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好 nice， 同埋永遠佢會同你保持距離，但係佢會話俾你聽我會支持你嘅。我同你講軒仔，因為咧今日咧依然有好多朋友咧係考緊試，喺學校咧趕唔到現場，但係喺佛山真係有好多人支持你嘅。係啊，我都知啊，所以咧亦都借呢個機會喺度多謝大家，尤其係今日到場嘅所有朋友，多謝你哋。係啦，咁其實稍後咧我哋會同阿軒仔咧傾下啦，一啲你有冇一啲好難忘嘅歌迷啦？因為做歌手1年嘅期間，咁同埋咧張敬軒稍後翻嚟咧都會同我哋分享啦佢嘅一個難忘暑假，同埋佢會同而家考緊試嘅同學仔加油嘅喎。咁轉頭見啦。985紅人館熱動暑期7月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3支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為陶瓷產業搭起經濟商貿往來同技術交流合作嘅大舞台。10月18號到22號，2002中國佛山陶瓷博覽會將喺中國陶瓷城隆重舉行。中國陶瓷城既係建陶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嘅橋樑，亦係建陶品牌輻射中國市場嘅平台。中國陶瓷城，中國陶瓷第一城。招商熱線2777-022。為你增高，俾你自信嘅萬里健增高鞋墊，為慶祝公司10週年，對新老客戶實行多多優惠。
20年嚟，萬里健增高鞋墊為無數偏矮患者圓咗增高夢。如今更有療效嘅第6代產品已經面世，同時凡購足用量送價值188蚊助長營養素。萬里健銷售部就喺佛山祖廟路9號，即佛山影劇院正對面。諮詢電話075722400019，22400019。佛大家私專業精選，佛大家私真誠服務，佛大家私100%放心與稱心。南海貴城佛大家私城，電話6226288。紅場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紅梗係紅啦，邊個計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1至5下晝5至7。愛點長得衰啲，情人猶如無聊了，清晰地呈現，對你那印象從前未對照，現在上演。點長得衰啲？985紅人館熱動暑期7雨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3支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
OK， 各位收音機前面嘅朋友，大家好！逢星期三啦，98無人館啦，將會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佛山電台天明嘅網絡直播室啦，同大家見面嘅。咁大家咧，除咗聽收音機或者係嚟到現場支持之外咧，亦都可以通過啦我哋佛山電台嘅網站3w.radio4sun.com.cn 咧，就進行呢個網上實時嘅收聽同埋收睇嘅。今日啦，紅人駕到嘅嘉賓係張敬軒。Hello， 大家好。係啦，咁之前咧都會同軒仔咧傾過你嘅新唱片啦，同埋啱啱啦係攞咗一啲獎項咁樣啦。我記得咧，你頭先亦都提及過，就係話喺你嚟緊8月份嘅呢張新唱片當中咧，有好多內容係講及到你嘅家人啦、朋友啦咁樣。講起家人咧，我識軒仔冇幾耐咧，佢已經同我分享佢同佢媽媽嘅一啲好開心嘅故事㗎啦。因為我生命中第一個即係暫時出現嘅第一個最重要嘅女人就係我媽咪。咁佢無論喺我事業上啦，定係話喺我，尤其喺我身體上啦，因為其實坦白講，軒仔細個到而家咧，一路身體都係要好呵護咁樣去成長，即係我好容易會感冒啊咁樣咯。咁就但係媽媽不斷就適時進補咯，俾我即係一到該有湯水嘅時候，或者燉啲咩，以前都試過食啲補品係食到流鼻血啊咁。哇！補到流晒。阿張伯母係煲咩補品俾軒仔食嘅？反正屋企一打開個冰箱咧，係一大堆啲藥材喺度，咁所以變咗就媽咪照顧得我好好咯。咁所以就除咗呢啲日常生活之外咧，有冇大家一齊共同經歷過一啲好難忘、刻骨銘心嘅故事？其實咧我諗仔仔同媽咪之間比較多嘅，反而特別到我哋呢個年紀，即係10幾歲、20歲嘅時候咧，衝突會多咗，即係因為大家睇嘢角度唔一樣，處理事情嘅方法唔一樣，咁變咗其實講緊就算即係呢段時間做新唱片呢段時間咧，都有令媽媽煞過氣嘅，其實即係都會有啲生活習慣，譬如飲食上嘅嘢啊，你譬如咧，媽咪覺得3點鐘點解阿軒仲唔瞓覺啊？係咯，即係會話我咯。咁變咗就越係咁樣咧，就越容易有一啲即係比較微妙嘅關係喺入邊咯。譬如話我而家係會做到即係會多啲去關心佢啊，就算自己唔得閒嘅時候，每一日至少俾一個電話佢啊咁樣。咁因為我哋喺錄音室做嘢咧，又會通常都即係足不出戶咁樣啦。咁變咗你可能朝早出嚟嘅時候佢未起身，晚黑你翻屋企瞓覺嘅時候，佢哋又已經瞓咗啦咁樣。因為我係同爹哋媽咪住嘅，咁所以就變咗耐不耐會俾個電話佢哋咯，即係一日都會2-3個啊咁樣。咁都算好乖仔咧。同埋同前嘅已經係同食同住，但係每日都會俾2-3個電話。同埋最主要就係其實好坦白講句，即係前2-3年自己仲有一大班同學嘅時候啊，咁你從來唔會覺得自己掛住屋企人。但係到你而家真係開始做嘢嘅時候，見唔到佢哋，你會真係覺得係掛住屋企人咯。即係但係就唔會話好肉麻咁講句我今日好掛住你啊咁樣，就唔會咯。係啦，咁除咗同媽咪嘅感情之外咧，其實軒仔做歌手1年裏邊咧，都會係認識咗唔少樂迷啦。譬如咧，今日喺現場咧都有好多樂迷係送禮物俾你啦。呢位叫做琪琪嘅咧就送咗一張孫燕姿嘅正版新唱片俾你。佢話咧希望會對你嘅創作有幫助，同埋希望你用心去聆聽。佢話佢會永遠支持你、愛你啊。其實咧，我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係多謝，因為佢全名叫唔好介意啊，全名叫焦楚琪。咁係我每一次上我嘅個人官方網站，我都會見到佢嘅留言。佢留言嘅時候咧係留焦楚琪小妹妹嘅。佢係咪每一次留言都寫我愛你㗎？佢會不斷咁樣話支持你啊，同埋而家喺度講你寄俾我嘅 email， 我收到咗，但係太忙嘅原因只能夠睇，冇時間覆。希望心照啦，大家嚇。咁同你樂迷有冇啲難忘事咧？喺呢1年裏邊，有冇邊一啲瘋狂嘅樂迷做過啲瘋狂嘅舉動，令到你好難忘㗎？其實譬如你唱下歌，衝上台錫你一啖。其實講句老實話，就係話我一路以嚟從出唱片到而家，我到而家可能你曾經好多朋友都係聽香港歌手，未必會聽內地歌手，但係突然間會聽我啲歌，會中意我有show 嘅時候，大家會嚟睇我。呢一切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唔係必然嘅，因為之前似乎冇內地歌手，即係本地歌手有啲咁嘅成績，咁所以變咗我從來唔會以一個太港台式嘅歌星去自居，就係話
我要去點樣去同佢哋拉近啲關係啊咁樣。OK， 咁我哋而家咧就夠鐘去我哋嘅55分新聞報導啦。咁稍後翻嚟咧，繼續會係同軒仔傾偈啦，同埋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會有一啲現場咧，就係天明唱片送出嚟嘅精選 CD， 同埋咧一啲係大洋網方面嘅上網卡咧，送俾現場嘅朋友嘅。稍後翻嚟會同你玩遊戲派禮物㗎。新聞搶先，音樂首選，佛山電台千色985。 55分搶先新聞報導由保時電腦特約播出，保時電腦表現出眾，服務領先。係咪對大家好好咧？因為咧啱先喺播新聞啦，同埋播我哋正點音樂期間咧，軒仔亦都係落到下邊咧，就係同大家一簽個名嘅，開唔開心啊？你哋？其實都係用翻啲空餘時間，因為其實每一次過到嚟，譬如話如果係官方嘅活動咧，咁就變咗淨係可以簽 CD 啦。咁佢哋自己好有意義嘅一啲物品就簽唔到啦。譬如話啱先睇到有一個朋友，佢嘅書包咧係我個樣嚟嘅。係咩？俾我哋睇下得唔得啊？喺咪度啊？喺咪度啊？舉高少少啊！仲要係嗰張相比較特別，係我當時1999年喺巴黎影嘅。巴黎啊？係我喺巴黎嘅。一個皇宮外邊嘅一張凳上面影。我想知道咧，其實佢呢個書包係出邊市面有得賣，有你個樣啦，因為係佢自己整落去㗎。應該係自己整㗎係嘛？好有心思喎，同埋佢帶晒一個橫額上嚟，上面寫住張敬軒牽動你的心，永遠支持你。多謝晒，多謝晒。OK， 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好想問翻軒仔咧，如果唔做歌手嘅話咧，今時今日你會係從事咩行業咧？如果當初你冇係出到唱片，冇做到歌手，如果講到最初咧，因為我係畢業於一間呢個金融中學，咁變咗咧就我諗，如果當時我冇簽唱片公司，我而家應該係中國銀行或者建設銀行嘅，因為佢當時只有呢兩間銀行係招咗我入去。係。咁就我諗係呢兩間銀行嘅。然之後儲蓄可以見到你啦。係啦，櫃台即係喺廣州某分行嘅嗰啲櫃台嘅業務員咯。咁我諗如果我而家突然間因為某啲原因唔可以繼續唱歌，咁我諗我會做一間外資企業嘅呢個文員咯。係。因為我自己活用呢個Microsoft 嘅所有工作軟件，即係製表啊、打字啊咁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嘅錄音棚入邊嘅所有表格咧，都係我自己去做啦，咁都會做得好企企理理啊。不過而家都好嘅，起碼廣東樂壇咧又多咗一顆新星。相信我嘅首選會係睇下佛山台嘅呢個人力資源部會要唔要我做 DJ 算啦嗬。做下其實。做撰稿員都幾好，即係寫嘢俾 DJ， 即係幫 DJ 搲料啦。好啊，我覺得都幾好玩嘅。係。好啊，係啦，咁其實咧，而家我知道好多學生咧都係考緊試啦。不如軒仔同我哋分享翻你嘅考試心得，同埋我想知道咧，你讀書嘅時候係咪一個讀書成績好叻嘅學生？你中意邊一啲科目咧？嗱，以下我所講嘅嘢咧，就希望大家聽完就算啦，笑下就算啦，因為我唔想俾你爹哋媽咪覺得我係誤導你哋咯。因為其實好坦白講，軒仔讀書偏科。我偏文科偏得好緊要，數學咧最低嗰次係攞過一個圈翻屋企，跟住唔係，其實嗰次咧係最主要即係完全自己冇心機做，因為我一見到數字嘅嘢就驚，所以我到而家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音樂都要計和聲，即係算個和聲咧，咁我都會就咁攞電子計算機撳，我就好怕不算嗰啲嘢。咁幾乎係個數學盲嚟嘅，所以亦都錢銀啲嘢係自己都搞唔清嘅。係。咁變咗就當時偏文科，我英文同埋語文喺全班係即係中上，甚至係幾好嘅位置咯。咁就所有理科、物理、化學都 OK， 因為化學佢有推理好玩啊嘛，成日做實驗。物理啦、數學啦，尤其係數學，我哋嘅數學老師係班主任嚟嘅，佢亦都好鋭意咁樣將我同最前嗰位調到最後嗰位，因為佢覺得你已經沒有救啦。當時係咁嘅，即係當時係咁樣咯。咁所以，但係後來到會考啦，即係我哋初中會考嘅時候咧，因為其實自己發現自己肯俾心機學都得咯。咁考出嚟嘅成績咧都唔至於太肉酸，所以就
但係一上到另外一間學校嘅時候，又係數學又一聲跌翻落去，係啦。有冇咩考試心得？因為而家大家都考緊試，你覺得其實考試之前做啲咩會係最好呢？嗱，理科我唔敢講啊，理科真係大家唔好問我。如果文科嘅話咧，我希望你哋可以用一種記憶法，係當時我哋間學校第一間全廣州市第一間實行呢種記憶法學校，就係呢個圖形記憶。你譬如話你揸住一份嘢嘅時候，你記佢大概個形狀，你就會記得住啲字嘅。哦。詳細方法咧，大家可以上 internet 抄，因為呢個而家全國都推行緊咯。我哋當時成6、7年前咧，係全廣州市第一間學校，可以記得好快。我最快嘅時候記憶同埋快速閱讀，1分鐘我可以讀到大概係900字。哇！即係快速閱讀嘅時候。所以你而家背歌詞簡直冇問題啦。歌詞又唔係呢一個範疇，但係譬如話我哋之前每一個歌手喺廣州或者喺中國地區嘅歌手咧，都要考一樣港台歌手冇嘅嘢，就係呢個歌手證。嚇？咁係要而家都要考嘅咩？係都要考歌手證，因為你係你一個演出嘅一個標準嚟嘅。咁變咗到時考法規嘅時候咧，我就將我識嘅呢一個種方法就攞翻出嚟，因為要考法律嘅。係。咁就背得好快咯，咁但係背完之後先去到考試嘅時候，個市場先話今日係開卷考。咁當時自己就即係考歌手嘅時候係開卷考。係啊。哦，但係我而家都未係太明咧，望住個字樣就可以記得個字啊。即係嗱，你一篇文章，譬如話前2行咁樣，你首先睇佢空咗幾多格，跟住讀佢一次，咁大概依個位大概係呢個字形，呢個位大概呢個字形，咁樣就會記得快。但係中國你唔覺得好多漢字咧都係差唔多寫法咩？但係你譬如話我個敬字同埋放字，如果寫即係放學嘅放寫得了會有啲似，但係你要睇翻前面嘅意思噶嘛。你知道張敬軒呢3個字，你唔會放個張放軒落去噶嘛，即係咁樣咯。OK，你前後咁樣可以對照到。大家可以上 internet 揾呢個方法，尤其而家讀緊書、考政治、考歷史嘅朋友，對你哋好有用。不如講下咧，你讀書嗰陣時咧，同一啲老師同埋同學仔嘅關係，同埋講下你嘅好朋友啊。我同老師嘅關係咧，其實老師普遍上都幾中意我。點解咧？因為我把口甜啊。同埋因為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就冇而家咁樣，譬如話前一段時間會有啲購物卡啦，咁樣。我哋一到過年嘅時候送老師送咩咧？送掛曆。一到中秋嘅時候，張敬軒送掛曆、送月餅，全班都會送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嗰間學校係軍人子弟同埋即係政府嘅比較多，咁變咗屋企有時覺得你應該攞翻去俾啲老師啊，因為有時太多啦啲，咁變咗咧就啲老師就好中意我㗎。我譬如話見到啲後生嘅老師，即係唔係啱先我對曉紅講嘅真話嚟啊，但係我見到啲後生老師咧，我會話老師你好靚啊咁。見到啲年長少少嘅婦女教師咧，就話老師你保養得好好喎。所以好細個其實其實嗰陣時講笑咯，但係已經識得氹人咯。咁就但係氹還氹，但係自己某啲科目嘅成績都唔係太理想。係咯。咁啊，譬如而家啲同學仔考緊試啦，同佢哋加油啊！咁我希望大家考個好試啦。最主要就係話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盡咗力就 OK 啦。咁就考得好唔好都好，軒仔都會送自己最好嘅歌俾大家聽嘅。咁所以就第一考試要諗住對得住自己，第二對得住屋企人，第三對得住你嘅老師。你覺得咧？你讀書時期開心定係而家開心啊？唔同程度嘅，我覺得讀書嘅時候最開心嘅時候咧，就可能係星期5晚黑或者星期6晚黑。我哋嗰陣時未有5日制嘅。最唔開心咧就係星期日晚黑死啦！第二日翻學啊點算？或者係放暑假，即係8月30號、31號咁樣聽日翻學啦點算啊 ？OK， 咁我哋稍後翻嚟咧，講完呢個考試咧，就一齊講下張敬軒的過暑假啦。好。不浮誇，更實在，千色985，做好自己，做好電台。傳遞最新藥品信息，更新時尚嘅用藥觀念，新藥速遞。祝賀熱烈祝賀！祝賀收迷增高治療液連續暢銷6週年，收
三維增高治療儀啱唔啱我㗎？梗啱啦，佢最啱6至30歲身材矮小嘅人群使用。佢係通過集光能、電能同磁能3位一體嘅聚合能量，達到通經絡、調節內分泌、促進人體增高，作用相當大。為答謝社會各界6年嚟對三維增高治療儀產品嘅支持，凡於7月15號前購買三維增高治療儀，可獲贈真情特價優惠100蚊，仲有價值198蚊快速增長數贈送。發夢都想長高嘅你，仲唔快啲行動？專賣店地址：佛山市建新路94號12通旁，24小時專家諮詢電話0757213959213959。一段時間冇見，點解高咗咁多嘅？而家嘅我咧，仲有邊個夠膽話我係3等殘廢？快啲話俾我聽，食咗咩靈丹妙藥？食咩藥啊？我係用咗高爾寶增高膝套啊！高爾寶膝套，戴上高爾寶喺瞓覺嘅時候就可以長高啦！就係咁簡單？咪就係咯，每日至少保持使用5個鐘頭。6歲以上嘅青少年喺1個療程之內可以增高5至12厘米左右，萬一失靈仲有售後服務添。高爾寶增高果然有一套喎！快啲話俾我聽喺邊度可以買到啊！地址係佛山市祖廟路4號，諮詢電話0757-293-597，1293-597，得閒嘅時候去睇下啦。阿海，近排你嘅成績升得好快噃，而且日日都咁精神，高考肯定冇問題啦。最開心係食咗帝達膠囊後，我嘅體檢全部合格，連填報志願都冇晒顧慮，梗係全力衝刺啦。聽講每年都有好多人因為得咗乙肝唔可以報考好多專業，你都算好彩㗎啦。全靠帝達膠囊，佢係嚟自青藏高原，冇污染，療效好，特別對我哋啲青少年更係綠色放心藥品添，係佢幫助好多學生仔圓咗大學夢㗎。治乙肝選好藥用帝達，詳情諮詢電話0757-225-8865，225-8865，網址3w.ezydiba.com。985紅人館悅動暑期7雨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3支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Córdoba ha sido de los más feroces tópicos del caballo. No, las mujeres. Debidas a caballo.真的遠
像跑圈，我拒絕跳遠，會被責怪錯亂。我卻成兩半，還要跳火圈，菜葉破損，只有信心不輸。但世界如馬戲，誰會珍惜眷戀？讓我飛下飛。再獻技，讓我飛下飛，是非給你娛樂世紀，只恐怕這裏只會看得你假的真理，真的演技。娛樂世紀，自信自己，表演吞劍，不會致死，誰又怕死？忘記自己，假的好戲。知識頻道嘅聽眾，因為大家而家聽緊嘅啦，就係佛山電台嘅985紅人館啦。現時咧 ，Stephanie 梁曉紅啦，會係同我嘅嘉賓張敬軒啦，喺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網絡直播室咧，就進行緊戶外直播嘅。收音機前面嘅聽眾朋友，你哋好嗎？係，大家好，我係軒仔張軒。係啦，軒仔非常之開心，因為咧之前無論係收到正版嘅 CD 啦，同埋都會收到走靚嘅花咯。係咯係咯，大家對你好好喎。真係。啲朋友即刻係去花店買花上嚟喎。嗯，所以好開心咯，同埋我都話我每一次嚟佛山都會好舒服。咁你要多啲嚟啦。係啦，要不請自來嗰隻喎。其實我都，尤其係我而家坐緊呢個位置咧，其實我自己以前出碟之後咧，亦都偷偷地上過嚟天明唱片呢度買過。有幫襯嘅係嘛？係啊。OK， 係啦，嗱，講翻而家嘅廣州樂壇咧，我發現咧有好多嘅著名嘅音樂人同埋歌手咧都陸續北上啦，咁甚至乎咧香港有啲報紙咧就已經寫到咧就係話佛山sorry， 應該係廣州樂壇咧係開始係好缺人啊。軒仔你嚟緊會唔會都會北上？北京係我嘅老家啦，因為其實我祖籍北京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文化咯，咁。我去北京嘅情況下係因為我喺廣州仲做緊自己嘅嘢，即係仲做緊而家嘅事業啦。咁但係如果我廣州冇咗我嘅事業，我相信我亦都唔會去到北京咯。咁即係大家可以放心啦。係啦，我會以呢一度為我嘅大本營喎。OK， 係啦，嗱，咁我想知道咧，其實軒仔一直以嚟咧欣賞嘅藝人有邊啲㗎啦？今次唔講歌手，講藝人。藝人自己好中意嘅演員林青霞啦，已經做咗人媽咪。蕭芳芳啦，近期夜晚黑晚黑，大家喺電視都可以見到佢嘅婉瓊丹啦。因為沙沙君主，我會好中意可以帶俾人哋歡樂嘅人嚇。仲有近期我發現幾有味道，因為其實以前都會聽佢啲歌，而家演戲都演得幾入骨嘅呢個趙學而啦。因為其實軒仔就好少時間追劇集，但係每晚黑喺嗰個時間咧就會翻到屋企飲湯啊或者飲水嘅時候，因為我錄音室同埋屋企好近嘅，咁變咗喺嗰個時候，媽咪就會笑到嘎望住個電視，就係睇佢出嘢。嗱咁其實咧985紅人館啦，我哋除咗話會有好多呢個名人紅星嘅歌手專訪之外啦，其實都會講好多娛樂新聞同大家分享嘅。近段時間咧，軒仔有冇關注翻咧？就係而家香港方面嘅緋聞前身三兄弟啊？蘇永康、謝霆鋒同埋劉德華。係咯，首先我覺得你信唔信啊？蘇永康冇食過嗰樣嘢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咯，我相信。咁可能即係大家亦都未必了解到喺香港佢做一個 artist 嘅壓力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蘇永康佢做嘅嘢喺
喺我哋去做緊呢個行業嘅人嚟講係可以原諒咯。但係希望佢注意翻自己嘅形象。咁譬如霆鋒嘅三角戀同埋撞車新聞，你又有冇關注咧？同埋我好想問一問軒仔啦，你作為年輕歌手咧，你覺得而家嘅年輕嘅歌手咧，應該為樂迷同埋大眾咧樹立一個點樣嘅榜樣咧？有冇一啲忠告俾而家啲年輕嘅樂迷啊？首先我講我對霆鋒嘅感覺啦。係。咁我只能夠用黑過墨斗嚟形容佢啦。首先唔講佢戀愛嗰啲係佢私人生活啦，就講佢新近嘅幾次車禍啦。咁我覺得勞命傷財咯，真係，因為我覺得佢今年嘅運氣唔係太好啊。佢應該按佢自己嘅宗教去拜一拜神咯。咁有㗎佢。係啦，咁同埋樂迷咧，我覺得好多時候當你哋去睇一個藝人嘅時候，希望大家可以淨係睇佢喺台上面對你哋嘅嗰一刻，而佢嘅私人生活，我諗每一個人都有權選擇佢哋自己嘅私人生活方式咯。咁所以亦都大家應該抱一種寬容嘅態度去睇佢嘅私人生活。係啦，總而言之咧就係歌手自律，然之後咧所有嘅樂迷啦同埋歌迷啦，係啦。係啦，咁啊嚟緊咧就係會係放暑假啦。其實軒仔你自己咧有冇一啲好難忘嘅暑假，同埋你認為過暑假啦點樣先可以盡情同埋有意義咧？暑假通常我哋因為我唔知道而家學校啦，我哋以前咧係會有一大堆嘅暑期作業嘅。咁就我會做暑期作業之餘咧，咁通常都會同屋企人出去旅行咯。我每一年都會揀暑假嘅時候咧係盡量離開中國，去到外邊嘅一啲國家。去過啲咩地方啊？一共去過12個國家。咁包括有東南亞啦、法國啦、德國啦、瑞士、泰國、新加坡啊。都係一個人去嘅。同媽咪一齊去。因為比較細啊嘛，所以要屋企人帶住。咁最特別嘅暑假，我諗係有一年自己無端白事咁樣中意咗游水。每一日朝早游一次，晏晝游一次，直至到嗰年嘅開學9月1號嘅時候，我哋班嘅學生即係當時係啱啱入學嘅，新生入學，我係小學升初中，啲同學以為我係喺鄉下出嚟嘅僆仔，曬到黑晒，又瘦咧，嗰陣時就得2隻眼就咩都冇，咁人哋就成日就以為我係講鄉下話，所以一路都冇人同我講嘢，直至到知道原來我就係住喺學校附近咁先知即係嗰個暑假對於我嚟講到而家都好難忘，因為一日游2次水，我媽咪都話你會游到巢晒皮嘅。係啦，咁嚟緊呢啲同學仔咧都會有成2個月嘅漫長假期啦。你俾啲忠告佢哋啊，你覺得點樣去過暑假先至係有意義同埋咧係盡興嘅咧？首先第一樣嘢一定要注意就係安全啦，你要注意你哋喺屋企又好定係出去玩都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因為最擔心你哋嘅係你哋屋企人。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要注意休息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喺返學之後咧會有好多綜合症出現，就係佢哋瞌眼瞓啊、心散啊咁樣，係咯。咁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以上呢2點，可以玩得開心啲咯。OK， 咁我哋稍後翻嚟啦，聽隻軒仔嘅成名歌透露好唔好啊？然之後咧會再同軒仔咧就係分享翻呢一啲係佢嘅私人生活嘅問題啦，咁同埋啦，我哋今日咧亦都會有一啲咧大洋網嘅網卡啦，同埋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送出嚟嘅精選 CD 咧，係送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想攞我哋嘅禮物嘅話，千祈唔好行開咯。轉頭見。好，紅牆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好，梗係好啦，邊個計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1至5下晝5至7。玫瑰園7、8期部分單位大清盤，每平方僅售2400蚊起，仲快啲！清盤優惠期僅限6月26號至7月7號咋。把握平價入住城南機會，享受成熟配套，千祈唔好走寶啦！諮詢熱線3825588，3815133。飛躍與你狂熱刮出個暑假，從即日起至9月20號期間，只要你喺飛躍體育用品任何一間分店消費滿100蚊，即獲取刮刮卡1張，即刮即攞獎，禮品多多，永不落空。飛躍與你狂熱刮出個暑假。你聽過？你知道我在等你嗎？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會讓無盡的夜陪我？你愛過？我是不是你
说声謝謝你。同一面真情10年，送您滾石好歌精選 CD，值得珍藏。北京時間傍晚6點半。紅場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紅梗係紅啦，邊個夠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1至5下晝5至7。985紅人館熱動暑期7雨天戶外直播最新鮮。2002年7月開始，千色頻道985紅人館逢周3支紅人駕到，將移師到流行前線3樓嘅佛山電台天明唱片店網絡直播室進行戶外直播。屆時將會有更加多嘅紅人嘉賓駕到現場，同 Stephanie 一齊暢談音樂與生活。聽眾仲可以通過佛山電台網站實時收聽收睇節目全過程。985紅人館之紅人駕到，7月3號現場嘉賓張敬軒。世界盃啦，張敬軒有冇睇世界盃啊？有，同埋亦都參與咗一啲關於世界盃嘅活動。你自己支持
你自己支持邊一支球隊啊？我諗喺足球呢方面，我應該係長頭草嚟嘅。啊，即係我就最初係好信法國㗎，因為我媽咪本身佢話俾我聽，法國亦都係一支好強嘅球隊。上屆世界冠軍啊嘛。咁點知今次比較令人大跌眼鏡啦。咁亦都巴西啦，我當時好耐之前我已經話巴西今次應該攞硬冠軍㗎啦。今次嘅世界盃你有冇好瘋狂咁去追睇啊？冇，其實因為係咁啱開到電視有得睇咪睇啦咁。冇啊，因為嗰段時間啱開又做緊唱片咁同埋其實我對足球並唔係太感興趣。你自己最中意邊一種運動㗎？游水咯，我諗係咯，即係曬得黑嗰啲咯。我想問下咧，嗱，之前張敬軒咧有透露啦，原來佢咧耐唔中都有睇下《皆大歡喜》，你都係中意睇啲笑片，有冇睇偶像片啊？同埋咧，點睇而家 F4 熱潮咧？我諗近期偶像片我唯一睇過一出就係《薰衣草》，睇咗幾集咯。咁但係因為嗰個男演員咧，其實之前已經喺其他電影啦係見過佢露面，但係今次擔正咧，我覺得有啲即係私人角度嚟講，我覺得佢有啲勉強咯。因為其實一個創作歌手係唔會好似佢咁 cool， 即係我覺得咯。係咪因為《薰衣草》裏邊講述嘅一個都係歌手嘅故事，特別仲要係創作歌手，所以軒仔比較有興趣去睇啊？同埋唔係。其實當時咧係我朋友好中意睇，咁變咗就話呢出偶像劇幾好，入邊嗰個女仔幾靚，咁嗰個主人公嘅名係叫梁怡萱，咁係一個真係個演員好靚，咁但係其他就比嗰本漫畫入邊描寫嘅要差啲。嗱而家咧其實講到偶像劇啦，比較紅就係《流星花園》，亦都係捧出咗而家全亞洲一隊非常之紅嘅男子組合 F4 啦。你自己有冇聽佢哋嘅音樂㗎？或者有冇留意翻佢哋嘅新聞㗎？我諗我冇聽過我哋嘅唱片，但係識唱《流星雨》呢隻歌，係因為我哋公司嘅企宣，我哋公司嘅呢個所有工作人員一翻到公司嘅打開個門就會陪你去看流星雨，就會咁樣咯。所以就其實真係自己都會識咯。嚟緊軒仔咧，除咗唱歌之外咧，會唔會都接下一啲偶像電視劇咧，提升一下知名度？因為其實我諗。即係聽咗我啲歌好耐，同埋見到我好多次演出嘅朋友都知道，軒仔係一個氣氛比較差嘅人。喺我唱歌嘅時候，我可能係最具表演能力嘅；喺我唔唱歌同大家溝通嘅時候，係一個最自然、最本身嘅張敬軒咯。咁所以我自己本身亦都唔係太想喺電視方面有咩發展，因為歌手係以歌為本，即係我喺呢方面係一個比較保守嘅人。近期咧有冇一首歌、一部電影、一本書令到你係好鍾情㗎？我諗一部電影咯，就係呢個大家我諗前一段時間都有睇嘅《哈利波特》，因為其實我由細有一個願望就係我想我可以飛，所以我睇到《哈利波特》入邊每一個人一坐喺掃把度就可以飛，即係嗰種感覺就係自己嘅願望咁樣，所以翻屋企之後即係玩咁樣喺媽咪面前都會試過攞啲掃把夾喺度，跟住跳下跳下咁樣。係啊，我只係知道《哈利波特》咧上映嘅時候咧，英國街頭咧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小朋友攞住掃把去返學，同埋咧係好多小朋友買嗰隻圓圈嘅黑膠框。同埋咧哈利波特嘅全套嘅人物嘅公仔我都買咗。專登嗰日好偶然喺一個玩具批發城嗰度見到有一堆係可能係處理品嚟嘅，但係佢原廠出嘅。咁我就全部買晒翻屋企，咁跟住自己重新將佢掃一掃、上一上漆啊咁樣咯。OK 啦，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會係同大家咧就係玩翻一個好簡單嘅遊戲咧，送翻啲禮物嘅。因為大家見唔見到我而家台面咧有成幾十張嘅上網卡送俾大家，現場嘅朋友都應該有上網嘅係咪啊？咁同埋咧都會有我哋天明唱片送出嚟嘅 CD 嘅。不然咁啊，軒仔，而家咧我哋一人問一條問題啦，你問一條咧關於係我嘅問題，我問一條關於你嘅問題。答中咗嘅朋友咧有一張天明 CD。同埋2張上網卡。好。咁我首先第一條問題啦。係。曉紅嘅英文名係乜嘢？哇，好難分喎。我哋你揀咯。我揀啊？你揀個女仔出嚟啊？會唔會俾人圍毆？我哋落去啦，好嘛？好啊。近少少。呢邊啦，好嘛？我諗呢邊。OK。就你啦，藍衫呢位朋友。Stephanie， OK， 恭喜晒啦！2張上網卡送俾你，咁嚟緊一張嘅天明 CD 咧，稍後我哋節目完咗之後咧，你可以去我哋工作人員嗰邊咧領取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問一個張敬軒嘅問題咧，就係話張敬軒2002新唱片幾月幾號發行啊
啊，你揀啦，你揀啦。我揀一個啊，不如我俾佢哋啦。好啊。 OK。照顧一下，好難揀啊！呢邊啦，好唔好啊 ？OK。 OK，你答啊。廣州8月3號，佛山8月5號。啱唔啱啊？恭喜晒，恭喜晒。OK。係咪仲有一條問題啊？應該係差唔多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嘅每個星期都會送禮物嘅。咁今日咧，其實都會有2位幸運兒啦，可以得到天明唱片送出嚟嘅靚 CD 一隻，同埋2張嘅上網卡啦。軒仔啊，其實平日咧，如果你唔使翻工嘅時候，你中意做啲咩？你有咩嗜好㗎？仲有一樣嘢咧，我諗好多女性樂迷都好想問你嘅，你中意食乜嘢啊？下次佢哋會煮嚟俾你食㗎啦。我諗呢幾日食嘅最多應該係，其實都係自己好中意嘅水果之一就係荔枝。不過食完之後咧就好燥啊，開始生粒粒啦，因為一粒荔枝3把火。咁我諗如果平時唔使開工啦，我多數會喺屋企瞓覺。因為一路以嚟睡眠不足都係我一個好大問題。就算我好早瞓咧，都好遲先瞓得着。OK， 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跟住落嚟咧，聽翻隻靚歌先。咁稍後翻嚟咧，就會好唔捨得地要同大家講拜拜啦。係啦，因為軒仔今晚就有事啦，咁同埋亦都好高興今日可以上到曉紅呢個節目。同埋今日咧，其實有一個比較意外啦，就係我冇諗到係咁開放式嘅一個直播室啦。咁所以我希望咁樣同大家傾偈嘅感覺好舒服。我希望可以再有機會盡快咁樣第2次上到嚟呢度同曉紅傾偈嘅。好啦，咁我咧亦都係希望軒仔咧嚟緊8月份推出新唱片啦，可以係賣個滿堂紅啦。係啦，咁你哋亦都將你哋嘅頻道鎖喺呢個98.5咧，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嘅消息噶啦。係啦，咁啊，我想知道咧就係話，軒仔其實你第2次出唱片啦，同對上一次咧心情有冇咩唔同？同埋而家咧仲有係都唔夠1個月時間，心情會唔會好緊張啊？緊張係因為唔知道唱片出到嚟大家中唔中意啦，咁而自己心態方面就會覺得呢一次呢張唱片可能會令大家失望，亦都可能會令大家覺得有驚喜咯。咁自己會心態擺得好正，就話假如呢張唱片未能如自己自信咁好嘅話咧，咁希望嚟緊嘅下一張唱片可以做得更加好。我相信應該會好，因為私底下軒仔已經同我講啦，今次第2張唱片啦，有隻歌會係請咗40人嘅管弦樂團去演奏，係嘛？同埋今次成張唱片嘅製作成本咧，係呢一張唱片等於我上一張唱片嘅4張咁多嘅。4倍。咁所以變到今次成張唱片，我諗大家買到翻屋企嘅時候，可以會唔會價錢都貴4倍啊？唔會貴4倍，但係會可能貴一個 double 咯。咁但係入邊咧會附送埋我嘅個人寫真集，係一輯好靚嘅相嚟嘅。係。咁就我諗大家買到翻去之後咧，應該會覺得質量無論從音質啊各方面比上一張都會好啦。同埋亦都啱先亦都講過，今次會喺香港完成呢一張唱片嘅後期製作啦。咁我哋成張唱片都係以港台嘅製作水準去做嘅，希望大家中意啊！非常之期待咧，軒仔嚟緊8月份嘅第2張個人專輯啦，唔單止有40人嘅管弦大樂團嘅一隻靚歌，咁亦都會有林夕為你創作嘅歌曲啦，亦都會有廣州地區而家最紅嘅所有嘅音樂人，去幫我打造嘅一首合唱歌，亦即係啱先嗰首聲音咧，會有另外一個特別版本嘅，到時大家可以喺985紅人館同埋其他嘅節目入邊聽到嘅。係啦，咁啊 OK，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晒軒仔嘅，咁如果想知道軒仔最新消息，梗係要留意985紅人館啦，同埋想買軒仔嘅新唱片咧，其實都可以嚟到佛山電台流行前線3樓嘅天明唱片店嗰度啦，去搜羅嘅。唔該晒軒仔，多謝晒咁多位，下次再見。多謝晒。廣奇明雅花園30萬平方超大型小區，特惠高層現樓急速換屋計劃，讓你輕鬆買樓月慳2000。銷售熱線5937729。銀都杯佛山首屆 CS 反恐精英爭霸賽7月火辣登場銀都電腦城，想攞高額獎金，想攞佛山排名，嚟銀都電腦城啦！報名熱線2259-751。不浮誇，更實在。千色985，做好自己，做好電台。佛山電台天氣報告係由天然植物蛋白飲料露露杏仁露、冬春牌雪上1支蒿特約播出。點解炎熱嘅夏天個人特別易燥嘅？露露話係俾太陽曬嘅。加冰嘅露露杏仁露唔係幾甜，好營養，仲特別清爽滋潤。
當你又熱又悶嗰陣時，飲翻一罐冰凍嘅露露，哇，嗰種感覺。我只要露露加冰的。雪上一支號，長在雪山腰，傷痛及時止，風濕快快消。冬春牌雪上一支號，專業治療風濕舊患同運動性創傷，強力治傷痛，療效勝一籌。雲南冬春製藥，專家電話02081817070。98紅場特警定係紅色警戒啊！紅梗係紅啦，邊個夠佢紅？梁曉紅985紅人館，眼紅咧，留意時間，周一至五下晝5至7。玫瑰園7、8期部分單位大清盤，每平方僅售2400蚊起，仲快啲！清盤優惠期僅限6月26號至7月7號咋。把握平價入住城南機會，享受成熟配套，千祈唔好走寶啦！諮詢熱線3825588，3815133。飛躍與你狂熱刮出個暑假，從即日起至9月20號期間，只要你喺飛躍體育用品任何一間分店消費滿100蚊，即獲取刮刮卡1張，即刮即攞獎，禮品多多，永不落空。飛躍與你狂熱刮出個暑假，買樓唔使俾首期，海景花園首期2回報革命，首期回報2成，仲有裙帶式購房連環節，首期分分鐘唔使俾。電話6252828。想比誰驚天地，就算前上兩臂，友誼第一別競技。其實你想親身考驗在就當童話，捉緊你手跳舞有幾種，夢伴跳探戈舞，條同樣可入可過跳吧。什麼風景有什麼感受，我也但求跳出浪漫如夢與愁，其他的意念完全沒有，任令對手鬆手，在殿後互不相干，怕什麼溫柔，跳到盡頭記得我這探戈舞後，如一支舞變成為密友，呢場我手一班安小跑住路後。
手鬆手，在殿後，互不相干，怕什麼溫柔？跳到盡頭，記得你這探戈舞後，如一支舞變成為密友，捏着我手，說一班友笑跑住路後，記住鬆手。晒張敬軒嘅，咁亦都多謝晒咧，就係收聽緊收音機啦，同埋喺網上睇緊我哋互聯網直播啦，以及係所有流行前線嘅現場朋友嘅。咁我哋聽日星期四98葡人館啦，會有日本音樂同你分享。聽日同樣時間下晝5至7 ，Stephanie 再見你，拜拜。係咪錄得㗎啦？10個有7個都係祝我哋友誼萬歲，咁行㗎。係咯，咁行嘅。不過要做到友誼萬歲呢，就真係難啲，定係生活快樂難啲呢？又定係百尺竿頭，定係百尺竿頭，學業進步，萬事如意，明天會更好呢？自稱懷緬我，但無法解釋牽掛我什麼。在這紀念冊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他竟祝福我未來要突破。同學就變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從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誰告誡我課室不要睡眠，在臨別就簽名聲給我簽名，對我表演，還未學習怎麼紀念從前，便發覺要懂得擁抱明天，祝福多多樂言，以後不知會點，大個當然會笑。考試罰冊嘗試過，但誰會記得怎去唱校歌？願你也後悔當初，為何胡亂唱這歌？卡拉 OK 裏面無法直播，同學就變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從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誰告誡我課室不要睡眠，在臨別就簽名聲給我簽名，對我表演，還未學習怎麼紀念從前，便發覺要懂得擁抱明天，祝福多多樂言，以後不知會點，大個當然會善變。從此怎偷看校草，才深深悔恨，常常遲到。大個
新聞搶先，音樂首選，佛山電台千色985。千色985，做好自己，做好電台，更加為你做好交通報道。最新交通規則，直擊路面交通事故指數，做司機好朋友的哥英語1分鐘。985交通主播阿肥、子峰、小魚，從朝早9點起，為你及實路面大小狀況。我哋會俾心機，唔好睇笑我哋啊！985交通情報，6月大變身，夏日千色，路況清晰。千色985，做好自己，做好電台，誠意邀請你對我哋進行監督，發揮金手指作用。從早上7點至晚上11點，只要你發現空播、踩歌、報時唔準點等專業性錯誤，請第一時間通過手機短信作出指正。短信發送方式：首先輸入5114，空格後輸入你發現嘅錯誤同時間，然後發送到+5+9。我哋就會喺早上11點金手指節目中對你嘅指正進行核實，錯誤一經核實，將由第一時間發出指正嘅聽眾對 DJ 進行懲罰。金手指一出，全力監督千色專業形象，做好自己，做好電台，千色985。